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初5，罗马书12章17到18节安尼讲：毋通用歹报歹，着做正人看做好的事，着尽所话，甲正人和睦相处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无用歹报歹，着尽所话，甲正人和睦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高的上帝，你是全能的主宰，你是圣洁的君王，你是慈爱的天父。主啊，我要用敬畏的心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是公义，佮满有慈爱的上帝。主啊，感谢你无用阮的罪来审判阮，反倒当用赦罪的恩典来压砍阮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伫这个充满对立的世界中，互阮成做和平的使者，互阮无受仇恨来激动，无互苦毒来捆绑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合适你的款式，互阮无用歹报歹，就去做正人看做好的事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尽所话，甲正人和睦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